谢大家准时收看，福起来咧！我是钟意群阿群妹，过年又要到了，大家又开始变数忙啊，应该渐渐的开始爱洗窗门啊，变呀做的啊，等的啊，爱准备来迎接人Q6的过年了。故说变数以后，大家爱做嘛该喏？是唔是就要开始来叠春联了？无唔错，今日节目当中就爱来同大家来小结一张好，同春联有关的一张发通一张展览哦。先来分享今日节目底度有请到的来宾来分享，谢佩珍老师分享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新竹竹北来的佩珍老师，我都谢佩珍哈。我今日当欢喜，来呀，福起来呀，现场录影。真劲吼，唐佩珍老师讲法就是的啊，好有气质啊！阿 Q 们也哈来开始来好强上声音，听听的来讲法，因为今日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小结，这个是有可能啊顺丰的也在海报嘛，也是很多咩老样的空间，咩老菜的空间，对不对？这是 NDN 的年我来展出嘞，也在发通也在展览，从毛是我们佩珍老师自己的展览，做在同大家来小结一下，也买咩老菜嘅空间，底度有展览的按到嘛嘅东西嘛。好，2月1号到2月28日过年的期间，哈，头个新竹竹北，哈，6家新亚屋，哈，客家文化保留区，哈，V House底部都有一个展场，哈，我展出我过年的作品，哈，有个书法，哈。还有工笔画，还有彩墨，哈，一个组合，所以也咩就是书法的五色，水墨的黑色，五色，呀，彩就是工笔画老彩墨的彩色。哦，工笔画同彩墨画，我想可能当到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同阿 Q 妹共用好，因为我印象当中，我从小到大啲學校讀書嘅時節，可能就係線上有教也擺轉到不卡美術作業是什麼？水彩畫。韓國可能各種有機會會有接觸到這個我們的油畫的部分。不過其實對呀，傳統中國的呀種藝術，可能小時候有接觸到的就是書法、下太師聽聽。不過像呀彩墨啊、工筆啊、按樣的技法，大家可能當時有來接觸到。古時候年年大家就愛記得咯，做得到呀新亞屋嘅素材，有呀也擺咩老菜嘅空間，按樣嘅展覽做得同大家來。還有在開幕茶會，對，開幕的茶會係啲乜嘅時節？係2月8號，哈，就早晨頭4月點，喺拜師哈，頭個新華屋會客室底部度哈，新亞屋，有。那位開幕式茶會，我準備一些茶點給來賓，好自由享用哈。啊，還會現場下100種的春聯，送本有來參加的來賓全部有分，送完為止。哇，送完為止哦！按你過年的時節，有老師自己親自繪好下出來嘅按你春聯，過年的時節疊起來就貼起有感覺，錯嗎？對，很有喜氣的感覺。嗰時欣賞愛吃到啊，你的這個咩老菜嘅空間這個海報啊，其實家嘅設計係受當貼片呢，做嚟同大家來設計一個海報啊，係搶乜人來設計嘛？哦，我搶一張，我去個御用的設計師。御用設計師這麼厲害，很強哦。御用的哈，就係我妹嘅，很多李黛妮哈，佢們係一個新銳藝術家哈，佢們係學美術嘅，所有佢所有佢。一搞帶下去，佢馬上就讓它噴出來，自己來設計。你看，其實亞帶啊，用這個很大膽，直接用黑色來當成是底。一般傳統大家就會知道黑色好像很暗，唔會去暗用注意到。不過我想來問一下老師，有冇讓暗用設計出來？佢出到 matte 那個墨佔了我人生很大的部分，所以佢設計出暗用的 matte 哈，裡邊都會書法很愛寫誒，剩下嘅佢設計誒，哇，所以佢用無色來表達一張海報。哇，
无唔错，古时你看吼，亚拜大家就做得许多呀新项目了。认识一下佩珍老师没做的认识嘅作品哦。其实老师今天吼，虽然某潘法老董到这个原作品带来现场，唔过有演出来，问大家看同大家来小解一下，像呀。很精致哎，像要发黑，你看一只什么嘅这个弹古筝，非常非常的有气质。老师，你做在同他来小解一下吗？亚幅作品哈，学生来讲，佢其实係只網嘅設計。就是你放你去噶，尹幂老师，你去噶本什么黑弹这个古筝的老师，对不对？闪生眼浅珠黑古筝老师哎，哇，难怪真给可以懂游戏者。谢谢。好，按个底部一个诗哈，虚怀寄情于山，寄情于水，寄于山。虚怀若竹，气若燃哈。轻柔慢奏横弦间，时而飞吟，时而泛。世事愿为弹真人，夜夜铿锵传人间。好，亚首诗啊，闪生眼前就准皮后下火哎。你这种是这个弹古筝的时间，你就起家就老给下周暗涌哎，诗词出来。因为其实俺的海报也有看到，老师你有说，传统哎中国的书法跟国画他们是密不可分的。古时候一幅画底部有诗有图，画中有诗，诗中有画。所以中国的国画呈现，其实中马老西洋画冇同样，西洋画没有诗，对，你全部土听听。中国画美也是在美在书法的线条的美，所以两个融合在一起，所以你会看到两种艺术的呈现。对，古手冲呀下胎诗的匍匐，老师是不是也有在这个字形啊，也有稍微做琢磨？你改那条设计到底度？我的作品呢？书法写在作品上特色全部会行草书。行草书，这么干，你会想到讲用行草书来搞到要发底度，因为行草书的线条哈，动江，也流畅度比例相连啊哈。对。也很啊迷上了书法呀，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要行草书哈，因为一个线条哈下意了枪画图样哎，书法就枪画图，没下诗哦，枪画图。好，所以我吃到呀画哈，要画图画搭配行草诗会最讲，行草书会最讲哎。古时候就有亚幅图，韩国亚术诗，结合你清好的两项东西，什么书法、韩国画，三项东西，韩国有弹古筝，全部就会欣赏清好嘅。韩国撒下来。咱可以敷亚不发，做得同大家来小解一下嘛。我知道呀，黄色好鲜艳，好漂亮哦。我个人的特色就用色懂大胆哦。我老朋友冇同样。传统的这种中国传统画，也个色黑笨蛋黑哈淡咩？对我好。个人的用色较大胆，所以你看啊色调老你冇重样。从看这个黄色的衫，韩国搭配这个有一点紫粉红的，这个中间这个颜色，而且还有蓝色的这个腰带。所以要浮土的一个故事哈，其实係有故事的。你唔知大概有谈过金屋藏娇的成语吗？有。金屋藏娇，为什么叫？很多金屋藏娇呢，底部度呀故事，我还把给很多阿娇，所以我诗里面阿娇出着淡黄衣，我要表现的就很有意境哈。给些阿娇，给些很多是香橙哦，有香哦，给些陈阿娇，陈阿娇给头拜黑汉武帝的第一任老婆，第一任老婆一定很受宠啊，对，可是汉武帝一旦当上皇帝以后哈，就开始变形没啊？按斗那个后宫嫔妃啊，《甄嬛传》底部都有演哈，这明争暗斗啊，还有个就失宠哎，所以给亚图要里面有诗哈，那个泪双垂哈，就是他其实在看这个蝴蝶和花的时候，他心情是不好的，懂感受，懂感受，因为那时候汉武帝某案下笔哎。某案宠他了，所以给亚幅图，所以很有表现，很有意境。
哇，韩国撒下来哦，那我一只冇共用的了，一花莲花错冇？嘿，一莲花，荷花哦，荷花，像呀荷花，其实还有10到地度，每周得请老师同大家来了解一下，呀荷花嘅个意境係乜嘅嘛？荷花吼，佢阿布头佢要合起来，意思头佢要开花，所以我要去描写早上清晨哈雾蒙蒙的时间，第一朵开的荷花。哦，像你呢杨贵妃出一样哎，所以小来一朵烟波上，似画珍妃出浴时。好，珍妃就是杨贵妃，杨贵妃，所以我要辅的题目没有很多贵妃出浴。把荷花比拟成个杨贵妃，对，很我去个表现的意境哦，韩国我知道亚色啦，你看亚大下是无色，韩国蛋糕有一点点稍微留白，然后上面再有一朵花，暗用的感觉，它没有特意的去凸显它，不过你看到亚幅图，你就会知道，哎，其实荷花已经跳出来了。对不对？法就按你呈现出来，呈现。对，韩国那个咧，哎，要用冇共用的题材了。先帮阿 Kim 我谈一下。哦，我靠矮按键。那西幅图里面哈，你谈那幅是彩墨画，那一幅是工笔画，帮你谈一下。彩墨哎，唔过呀西幅图全部看起来就系彩色的呀。分析出来嘛？按你单看看唔眼，我先来问各位观众朋友，观众朋友大家可以哈好1、2、3、4呀，四幅图哈，那一部是彩墨画，其他都是工笔画，只有一幅画是彩墨画。好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公布呀答案，本各位乡亲朋友哦，休息一下。观众朋友，分享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，我係仲一群阿群妹，今日阿群妹啲節目當中，愛同大家來分享我們佩珍老師佢嘅自家嘅展覽，好按到咩老菜嘅空間，啲音樂會都有新種新藝術來展出咯。好，家下好愛靜啊，講過以前阿群妹有問大家一個問題，就係我數號也四幅圖，1、2、3、4號。大家要彈出來，像其中一幅圖係呢彩墨畫，其他全部都是工筆畫。生了黑馬蓋呢，要全部就是彩色的呀，到底要怎麼判斷呢？我們直接來請佩珍老師同大家來公布答案好誒。生了黑那幅圖啊？嘅鯉魚躍龍門嘅幅係彩墨畫。是鯉魚躍龍門這一個，不過好就拿這個好了，跟這個陳阿嬌金屋藏嬌的，我們來比看好了。其實看起來，佢都係彩色的呀。韓國其實它的線條也都是非常非常的細膩。說這個是工筆畫，那這個是彩墨畫，而佢每眼真嘅分唔出來，生來嘅檢查的那一片呢？工筆畫用的字係陳奕迅。字的差別。那個陳奕迅當過有鍍一層明矾，所以佢做的印發，天天的印發。所以這個是工筆畫，要差不多一張一張做得完成。一張一張做得完成。韓國人講，這個發的字是比較薄的。韓國有一層像是鍍膜的感覺，明矾，故說這個墨水不會滲透下去。哦，故說這得印淺，一直蓋，有點像油畫可以一直蓋的那種感覺，對不對？這樣子是工筆畫的概念。工筆畫就是用到的媒材。那像是彩墨畫，咩做的係宣紙，咩做的係金盒紙。哦，一筆畫下去沒有一筆定江山。做唔得天一筆的，做唔得個。你看個深淺顏色，一筆就會完成。所以像呀李穎啊，都是一筆完成。一筆完成。哇！做唔得天一筆，天一筆就是拍的。嗰時候跟他講，呀一張嘢發好，給呀像呀按呢3點鐘。3點鐘。張東東吼。
真嘅无穷用，故说也就系真嘅系，你头摆无学过就真嘅唔可以滴呢。像呀这个工笔画、彩墨画还有书法，其实也懂得就无穷完完全全无穷用嘅画法，还有用纸，就因为也都无穷用，造就了佢无穷用嘅命嘅。嗰个各位乡亲朋友，大家是爱来呀这个免老彩嘅空间，大家就做得了解 TV 度，还做得去感问这个佩珍老师。对不对？佩珍老师会在现场同大家来分享。嘿，对，有来哈，扮演来啊新华屋参观，我还有多多的头给到位值班的发哈，我会亲自老他赶紧给解释哈。你刚才想要来问一下佩珍老师，你有问认识呀这个新华屋呀会客室呀的素材，你有问暗度后低呀的素材来判展览？啊，爱老嘅会客室底部的主人蒋玉凤老师哈。亮啥？其实张凯是嘿脸书上的好友，连友就超哎。蒋玉凤老师给嘿花艺老师，因为给设计出来花艺懂新潮，然后我个性有一点的冲，我们懂较新派的啦哈，所以这边都亮啥常常暗赞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嘛哈，因为多多我一直好朋友，佢互相都认识，佢没认识我，因为佢就抢啊亮啥向他吃饭。就好个10块4，嘛就老新嘛，我就给他呀不解之缘，也是很好的缘分啦。对，所以其实老师你去噶发图发其实你讲发图发冇动久，不过其实你是废寝忘食的画，废寝忘食的写，写到就系冇人冇呀，按用来形容，错也唔错。起码嘅原因本你做得按好呀，的书法啊、工笔啊，因为其实像对我来讲，全部我係一張點唔下來嘅寫顏模嘢。對我來講，我就會知道見錯到幾片，我見下，我就會知道幾懂難。那起碼嘅東西都得按想到欣賞，你就這麼認真的會願意一直去嘗試。因為我從細哈，就嘅。動好畫圖，從細哦，我喺苗栗睇啦，苗栗頭屋，我喺苗栗嘅客家人，從細就同佢到比賽哈，參加嘅頭個冇學，沒有學畫哈，就唔啲嘅天生就好畫圖哈，所以嘅我參加嘅苗栗縣學生比賽，沒得過苗栗縣第1名，全國比賽沒得過佳作。從細就好畫，冇學過，冇真實去學，係自家去研究，自家天生唔係就懂好畫這樣樣，哈當然一下因為我太也沒哈，自家會賺錢的，所以懂到機會，我不會錯過任何機會啦，我只要可以學習。那些東西還是一直存在的，在我骨子裡哈，同埋骨頭底部都有個 DNA 啊，全部都係藝術，我全部攞佢畫出來嘅。我發現佢係我真嘅深度中意嘅東西，興趣，所以我做下的事情啊唔會厭，唔會感覺厭煩哎呦。韓哥，其實老師你剛才講對呀的東西都有熱情以外，其實老師也是新派的，對不對？故事很快，我數紅呀，這樣創意的春聯就冇空用了，有發現有一個很可愛的小狗，懂得你想給我的筍筒，這個是老師自己的創意春聯，對不對？創意春聯。其實觀眾朋友去個圖看，沒做得去個寫，你看有毛筆啊，有字誒。之前嘅書籍就買一道咩哈，你去個咩做得用去個叫嘅某一天要用一種啊，你去個木卡也有一天木卡有學寵物嘅咩哈，啊你就去個做得翕相來翕到，一下嘅網絡列印當簡單嘅哈，電腦列印印出來剪下來，你就有去個木卡專屬嘅就自己寵物的那個創意春聯，去個木卡就疊去個翕嘅叫誒。狗年呢，當符合呀，用誒，好今年的那個狗年的那個喜氣。其實後背面有狗來福，有冇？上面還幫他畫了一個皇冠。有錢咩？哈，戴皇冠當有錢。很可愛。故作欣賞今日來到福熙來嚟啊，當然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好空誒，老師就要來自家來現場揮毫，而來下書法本大家來看，下這個創意的春聯給大家看。對，老師談講你下誒。
龙丝啊，同大家写的目标，孙老很用的目标，老师说的，用斑发斑下的方式，老朋友们。斑下，孙老斑发斑下黑马该意思啊？我们请老师一边来挥好，一边跟大家来介绍一下。所以老师让他准备的呀，没水都挑切。好，开始下了哈。所谓斑发斑下，孙老黑马该意思。我先拿个龙的鸦片下出来。好。哦，这个是行书，也是行书。好，行书要代笔上意，要有比喻相连哦哈。好，我一下开始来画龙了哈。我来用画个了。哈，要龙头冇画个尖尖吗？尖尖要像浅书的哦。龙要变到浅书的，你看老有画圆圆哈。好，要下一个 S 型，画下来。好。好，来呀，龙头补起来。好，补起来。有哦，过年的时间没有你青岛龙，对，你帮龙哈。对。好，要三片个龙的须须。哦。好，来补下看按讲。好，我下边个3条。对。好，龙的须须，然后也挖出来。好，出来嘞，龙头哈。就会按呢。好。过来，挖龙的身体其实就是丝的哈。哦，我觉得很神奇的是，肚后，呢，我们的中文字啊，其实就是象形字。好，你看，这样都鹅妈妈的屁股哈。哦。王羲之给的书法家啦，对，自创的这个像一张鹅一样的，所以很多鹅妈妈的屁股哈。所以给王羲之的字体。他这里也很有特色，然后配上书法家冇共用的地方就一样。古时候其实一开始学书法就黑了，后这个龙完成了哈，行书的部分。好，龙凤，下一条凤。龙凤，嘿，好，带笔上来。嘿，哇，真紧黑脸的呢吼。嘿，一笔完成。一笔完成，一笔完成。好。因为呀，春联懂溪水。不过我吃到按呢，就是刚刚有那种溪水，就会有那种笔画的感觉。嘿，东江龙凤，哇，每次都凤很难写，笔画很多的字都好难写哦。好，龙凤呈祥。好。哦，老师，你去个按呢练行书啊？练的几久？我总共学15年呢。15年。我功力也15年呢。15年。就从开始接触到也还15年。15年的时间。故说你进下就会来下这个行书的部分。王羲之的行草。行草。那么讲啊，没有隶书、楷书全部关。那么讲真正爱做汉用的字。最热爱的。你看线条当江，系嘛？对。很漂亮。就真的是有枪用画的，有枪用下的，像画一样的美丽。对，那如果老师其实我看到很多春联啊，就像亚哈顺后面有顺头面有这个画金边的部分，因为过年大家就会看到安尼金金就很喜气的感觉。对，老师是不是也会在另外在外面在做描边的部分？哎呀，还有一个步骤哈，画龙点睛，画龙点睛，用下金哈。金色嘞，下面这么足哦，那你就完成了。哇，老师你做的啊，然后你展示本台看一下。他跟头部看没做的去个下课呢。哦，好漂亮哦，龙凤呈祥。老师给你现场挥毫下台词本台个看，老师七个创意的写法，韩国要当龙丝哦，真引黑老师全台湾七个首创的写法，系唔系懂贴片啦？其实现场还有懂的故事，爱同大家来分享，一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嗰陣來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總一群阿群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小結好2月初1到2月28，第二祝八
北，我们的会客室有一张美老彩嘅孔颜嘅展览，大家做得去欣赏。可能呢佩珍老师佢嘅作品哦，韩国的2月8号有一个开幕的茶会，大家做得去现场看欣赏，拿起毛笔然后来下台诗现场挥毫下春联，大家有机会拿到呀老师现场挥毫的春联，做得带整副卡哦。故说刚还有看到吼，佩珍老师动腔下出佢七家特有的龙凤呈祥，也还有来看欣赏看老师来表演了，也好爱下嘛该招财进宝，招财进宝，哇，好有过年的气氛哦。好，看一下，好。就会看到诶，董家看到就是招财进宝最受欢迎的就要做诗，对，所以他个人最好呀招财进宝，过年他个就想要太赚钱哈。你讲做嘛该爱老招财进宝，西藏是下穷哈。呀，迄流传长久诶，也基本款。他赶紧下春联，这防范某空样，喷眼迄楷书啊，也迄行草书。行草书招财进宝，所以老喷眼看某空样。刚好借着宝下面的那个贝，有下财跟招又写出来了。要到进哦哈，真赢进出现了哈。好啊，进有一个错字，错字边。哇，好，开始了哈。国字真赢还懂讲呢。出去。哇，好，拿起来本太敢看一下。好，没问题，来。这是我们的招财进宝，然后刚刚讲过年啊，爱金金，下到金金，咱会懂讲，古说有准备好那个一种下好诶，早水啊哈，都早张做的描金啊，对，所以我先准备一种早诶，同样的诗哈，哎，它的现场搞大概描金，描金，对，描金会开有喜气，过年描的亮晶晶的哈，像黄金一样哎，所以描金。顺风按甜甜去描哦，按你要懂生意，但是我觉得老师画的速度非常的快，因为芥末管嘿，你眼把个懂关的啦，所以啊，线条懂熟的啦，懂得练习。其实像俺吼拿毛笔就拿唔好哎，要来描金边这件很困难的事。字是做得练出来的，不是这样，你只要多接触哈，对，其实不是讲哈。我当到学生来讲，伊根本都冇想到讲，有你佢要写书法。其实你只要恒心哈，对，而且书法真的修身养性，恋爱用还好，对自己的那个脾气和那个性情，对不对？懂大帮助哈，所以我吃了一下搞书法，没懂翻译，他赶紧哈练过以后脾气全部变得懂好哎呀，他把双口全部就非常的融洽，哎呀，所以我上课。学生就像好朋友一样哎，一上课一聊天，其实没什么压力当中，很快乐的，对，那这样就是小朋友很想要妈妈去上一下书法课，做你东福卡就不会大碍。很有，跟那个学生的底下都有个科技公司的头家鸟，给他员工讲，以后来学书法以后脾气，老板娘唔会骂人呢，对，脾气变得脾气变好就错嘞。对，老师唔讲的现场挥毫的时间啦。其实现场挥毫那个因为下台诗它本来就是有水分很多的嘛。给教师讲，你现场送本你给很适不适合用干啥？哦，也看事情哈。就是那个学生呀，嘿，现场有工作人员哈，带不出去就要带挡头台吹风机。因为你看一碰到就脏掉了哈，完全不能用按键嘛，按键我要让作品完整，就要吹风机靠吹风机。个大概个天数啊，学生就会顺后后边啊下后格格去听吹风机，所以大概个背后啊哈，个吹风机嘿，这是一个特色哈，所以个。当干车记得啦，然后天数其实记得苦的人个吹风机还较辛苦，并啊下呀，要下其实唔会当辛苦啦。记得苦的人然后天数的过程还较辛苦，当干车记得。下关呢，讲下15年按从按 QS 间，可以一下也就完成这个非常非常喜气的招财进宝。好，完成了。我们大家可以哈。哇，
哇，真的是亮晶晶哎，韩国呀金色非常非常的饱和，很漂亮的金色，招财过年开有喜气哈，对，很喜气，然后就做的，要做的特别杂叫的咯，很可爱哦。剩下个人特别杂意呢，个人都吉祥，见下去搭，看起来较有个书法的气息，书香味哈。对，要做的创意春联，要做的样做。对，做的结合我们的传统老创意。你想到吗？其实做的创意春联没有规定形式哈，对，这个只印象办法印编，你想到吗？你就编，旁啊当年做样样，印编出不一样的东西来。好，配合生肖啊，那个12生肖哈不一样，每年都变出不一样的春联。哇，古时候其实像要传统的春联，没有懂得创意做得加落去哦。哦，先生，唔讲下讲，其实你有啲嘅概括，有啲教学生嘅，所以人家学生嘅形容嘅来，眼神你前到唔讲，我要同有的老师来学习吧。啊，我学生嘅从国小3年级都70岁全部有，年龄层非常大，因为懂得你讲会针对小朋友开班授课啊，不过你看起来全部混班，冇分太年细人啊。不过个太低50岁上下哈，所以有较多，因为个50岁左右的生人全部太的，全部当有心学，学个全部一好，所以大概突几条出去站那么时间。看到佢哋嘅作品，其實要睇佢哋嘅展覽哈，嘅過程啊，要付出當多嘅背後嘅準備嘅作品嚟搞佢哋嘅時間哈，我付出嘅心力大概冇辦法去嘅過程哈，我其實可是我不覺得辛苦，我除了嘅係一隻過程哈，就是最後帶學生參展，因為我有帶學生參加入個中華民國現代藝術學會，嗰個學會啊哈，讓我們有素人全部都在上去一起帶着到處參展。對，因為可能我想到講，其實藝術係一個藝術家係嘛？懂叫我聽說，學藝術啊，藝術的背景啊，這樣有幾批現代藝術學會就係任何一個素人都可以參展。但是你因為你要參展的過程，你一定會努力學習，這樣也是順便在推廣美育。美育就是美德智體群美的那個美育教育，美的教育，啊，那個美就是一個藝術嘛，藝術可以淨化人生，提升呀生活的層次，好，所以呀，推廣美育對我嚟講，喺我現在藝術協會一下上嘅行嘅路。好，幫助很多不是正班出身的人哈，正科班出身的人，全部都在看他來畫圖，看他來下書法，看他有機會參展。哎呦，老師我知道吼，你個對你這個書法還有工筆畫這些東西嘅熱愛啊，不單只是單純的熱愛而已，其實還有懂得成就感到底部誒，因為你發現懂得心思心血，故說回饋你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成就感，這是不是也變成其實你個通例？對，因為學生嘅好以後哈，大家學生咧都全部把我當好朋友了。因為佢哋知道，我有辦法老佢哋完全不會教到現在可以參展。相信學生也是有很大成就感，也相對於我也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。跟你去噶好多呀下，其實學生也沒懂到，不過你做嘅事情沒懂到，過程當中有懂到，跟他合作嘅好夥伴或者是老師，有按到馬上做的，趁現在有冇啲天師條件都同人感謝一下。我嘅現在藝術學會嘅創會長，謝秀英老師哈，其實我當初認識佢喺我入來學。我要當感謝佢，因為佢嘅一句話帶動我一下所有嘅呀藝術方面的成就，我當感謝佢，還有接着我有老嘅謝秀英老師嘅得意門生，很多楊碧琪老師，佢一下現在藝術學會嘅理事長，我們跟隨他的腳步。跟着帶動推廣美育，因為他們也在推廣美育，所以我就學習他們的精神，好給他的精神，無私的奉獻為學生哈，天天的圖，希望這個社會大家越來越懂點下書法，越來越懂點畫個的國畫工筆畫，他跟你一同來淨化社會，社會就是增加很多祥和之氣，哎呀，當感謝有兩位老師哈，
真紧帮助我很多，所以我一下所有的技巧全部要两位老师教我的。其实没爱动感车不卡人错冇，因为不卡人按支持无日无夜的个下呢。对，我有点变失职不倒垃圾不洗衣服，就变咯先生其实较吃亏的，佢做呀条事情佢完全动感车佢支持我行一条路，佢点我呀喺正经去个中业条路，佢要支持我我生意量喺生意要动感车，当鼓励我当配合我，所有需要什么资源，佢就全部让我天数。哇，古时候真嘅係看到佩珍老师佢係當幸福嘅一生人哦。古时候各位鄉親朋友，想要來感受一下佩珍老師的幸福跟他的這個很漂亮的藝術作品，分享大家的音樂的世界。去到呀新竹新亞屋後來去參加這個美勞彩嘅空間。我們今天謝謝佩珍老師，謝謝疫情。沒什麼，各位觀眾朋友，我哋收看休息一下，聽聽運動欣賞來做運動了。